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初1公司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接大家做伙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仔头起先一条新闻来看，友邦巴拉圭的总统大选，执政党的候选人潘尼亚宣布当选。伫咧选前，伊讲要维持和台湾的邦交，民调却是输予挖中国的对手艾利格里，互各界拢咧关注这场大选。落尾是潘尼亚胜选。看起来巴拉圭和咱的邦交，那像有经过即摆的考验。不过潘尼亚嘛有讲，为着因的农业经济可能要拓展和中国的市场，所以未来巴拉圭和中国的关系会安怎发展，也可以来观察。另外有风声讲，咱的总统赖清德要做代表去参加巴拉圭的总统就职典礼，佮会顺续经过美国。不过总统府是讲，目前无这个安排。支持者人机真欢喜，巴拉圭友台派的执政党总统候选人潘尼亚得到超过4成的选票当选。La división ha hecho que no podamos llegar al objetivo de poder producir el cambio que la mayoría de los paraguayos nos están solicitando. 总统蔡英文甲副总统赖清德嘛恭贺潘尼亚当选，外交部讲会继续甲新政府加深合作交流。总统，巴拉圭执政党获胜，邦交是不是稳固了？我国驻巴拉圭大使韩志正已在第一时间代表蔡总统及赖副总统向巴国总统及副总统当选人致贺。不过选战过程，巴拉圭国内一直有要甲中国结交的气氛。虽然潘尼亚答应会维持甲台湾的外交关系，不过也是保留甲中国进一步发展经贸空间。学者分析，准讲新政府想要甲中国加强接触，甚至建交，决定权也是伫中国手头。台湾必须甲新政府就新合作甲援助进行磋商，台巴关系也是袂使无注意。要挖不挖哦，完全是中国又在点头。他即便要帮哦，他也是很有限，尽可能的在那个自治上面的这个施压力这样子。这个因为新政府上来，好，我们肯定必须要想一个办法再去加码，好，这个援助好跟这个比如说投资好。巴拉圭预定8月举行总统就职典礼，传出副总统赖清德要代表总统蔡英文出席，趁机会过境美国。不过副方甲外交部拢无证实，敢表示若接到邀请会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军今年的汉光演习传出风声，讲要照美国的建议，演练开设空中安全走廊、甲铁路桥包等等的项目。不过国防部随背回这个风声。若讲到美国的国防军火商代表团初2就要来台湾，学者就分析可能会当参详到军工的技术转移，也是外包供应链，而且 AIT 嘛对团来显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国军初1伫宜兰海沙堡展开2车部队，登陆7项训练，就是要针对解放军可能登陆的红色海沙堡严正反登陆防务，强化反击的能力。不过有风声讲，国军年度重大演训汉光39号演习，会以美国想的头一届开设空中安全走廊、甲铁桥等等的项目，国防部是随出背回。报载其他国家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并不符演练的科目内涵，相关内容并非事实。因应解放军的威胁，美台持续强化军事合作。25间美国国防承包商作为代表团，初2会访问台湾，包括美国2大军工大公司瑞信技术、洛克希德马丁，甲专精红外线热像技术的 FLIR 系统公司，甲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相关的204计划研究所，拢会派人来 ，AIT 嘛会做伙来。学者分析，美国嘛面临欠工，因来台湾访问有机会会当讨论军工技术转移，或者是外包供应链，而且 AIT 随团来嘛是一个突破。美国行政部门同意，包括国防部、国务院等等，才能够这么大规模的来哦。我觉得当然是有它的政治上的意义在里面，所以 AIT 也能够就来协助他们。不过，空军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B 的战机，这个防用专案，原在今年初头一批会交货，不过到达也是无影者，佮传出要延到2025年。面对台海局势紧张，恐惊增加咱国空防压力。F-16B 呢，可以部分的有效的克制中国的歼20逆中战机的威胁。空军表示，美国当地积极处理出厂、甲交货时间，目前专案也是按原计划2026年完成。记者综合报道。
接落来，带大家来看国际新闻的重点。先来看日本三件新闻。台湾今年到4月底已经有15件超商抢案，对比去年一档敢若2件是增加7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疫情和好业散差愈大，所以欠钱犯案就大增加。再来是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美国和南韩的总统发表华盛顿宣言，有讲到台海的议题，所以中国就调件南韩的大使来表达不满，强调台海是中国的内政。英国 Times 报道，争取连任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因为破病休困3日了后，初一搁再出来拼造势，强调反对多元性别族群，呼吁支持者爱守护传统的家庭。再来是《纽约时报》，美国总统拜登参加白宫的记者协会暗会，和主持人考西伊80岁啊，佮想要选总统。拜登是笑回应讲，伊是老练，唔是老啊。落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职业篮球金州勇士队的 Stephen Curry 今仔日对战国王队，单独一场就摕到50分，创下 NBA 季后赛抢七大战的上冠军纪录。接下来关心俄乌战争，乌克兰正在计划发动反攻。总统泽伦斯基嘛发声讲，就算无西方国家的战机，因嘛要和罗西亚扯拼。另外，伫咧克里米亚顶日啦，有一座俄军的油库爆炸发生火灾，有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就表示，这是反攻的一部分。Ми почнемо і будемо йти вперед паралельно. Я вважаю, що це дуже потрібно, тому що乌克兰计划真久的春季大反攻，可能就要展开。总统泽伦斯基30日表示，就算无西方的战机，嘛是一定会反击。伊在野区甲军队发声的时阵，嘛强调讲主要的战斗就要来啊。Шановні воїни, вже скоро головні битви. Ми маємо звільнити нашу землю і наших людей з російської неволі. Ми маємо відновити повну лінію нашого державного кордону, як на суші, так і на морі. 前一天，泽伦斯基嘛有讲到，已经甲法国总统马克宏通电话，确认法国会阁提供武器，不过并无讲详细内容。基辅当局按照伫未来几礼拜或者是这几个月内，要甲南部甲东部领土拢拔倒转来。就伫泽伦斯基谈话前2天，罗西亚军方则对乌克兰首都基辅、中部乌曼、东南部的第聂伯发动大规模的空袭，其中乌曼的伤亡是上严重，超过20个人死亡。泽伦斯基了强调讲，会让罗西亚军方付出代价。空袭了后无偌久，罗西亚海军重要的基地 QDBR 第一大城塞万堡的一个油库，29受到无人机的攻击夺火，40万吨的油罐拢总烧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南方司令部30日表示，这是准备反攻的一部分，要让罗西亚军方后勤受到影响，嘛间接承认发动攻击。不过乌克兰军方最高指挥部表示无证实有攻击 QDBR。公司新闻，请万连编译。来关心公益，伫咧保加利亚有一个走马拉松的选手，甲家己关入去玻璃箱仔内底，袂当看手机啊，嘛限制和人互动，要做维持15天的实验，希望透过这个活动来募款，帮助少年人戒掉烟酒、烟毒品的问题。伫咧玻璃厝内底运动，真侪民众真好奇来甲看。保加利亚超级马拉松的选手古尔基耶夫按算伫咧公园内底生活15天，用这种方式来募资，要来帮助18岁以下少年人对抗包括毒品、酒精、数位媒体，也有提升饮料等等会食较调调的问题。I'll be locked inside. I will have a communication with outside world, only 30 minutes per day, where I'm just going to answer questions if they have any challenges to give me. 甲民众讲煞了后，佫转去玻璃厝内底。古尔基耶夫伫2019年捌走过保加利亚、北马其顿、甲阿尼巴尼亚，拢总走1200公里远。这场实验性的生活还佫有直播，互伊暂时无温书。除了募款，伊嘛想要知影讲，当疫情过了后，一个人互限制伫一个空间的时阵，心理会产生什么款的变化？提出勇气跳入受水池内底，或者是对老师学禁气。这是玻利维亚头一个听障受水班。这个体育老师本身是一个听障者，伊用25年的时间才家己学会晓受水。
因为伫水底无法度使用助听器，学员对教练手语的指示，豆豆克服落水底的惊吓。这个课每一届拢有10个至15个学生。教练讲，希望未来会当推广到各地，互听众生嘛会当有受水的惯习。公司新闻新乐杯编译。伫咧英国苏格兰上北边的岛屿，因为即马化学物质和塑胶粪扫污染是愈来愈严重，食米嘛愈来愈少，所以造成当地海拔生存受到威胁。伫甲湾的石头旁，常常看到海拔规定伫遮，这是英国苏格兰上北边的西德兰群岛，纬度超过北纬60度，4月进前的平均温度拢伫个位数，也是海拔上爱来海域。贝文顿阿姆2人伫遮做动物保育，负责管理当地希尔斯威克野生动物保护区。当然，不只是只有一对阿姆，啊若无，这么看快西德兰群岛，因根本无法度来管理。We get reports in of any seals or otters that are in trouble out in the wild. We go out and rescue them, or we have a network of people that can help us with the rescues because Shetland's got like a 1,500-mile coastline. 当然啦，骹手无够就准拄好，啊，不过这几年来保育团体发现佫较侪问题，而且愈来愈严重。They came in bigger, they came in stronger, they came in more resilient. Now it's much harder work to keep them alive, and we're losing more than we used to. Food shortages, pollution, pressure on their habitat from humans and from wildlife as well. You know, we're getting killer whales coming here every year. 莫讲叫做杀人鲸的海翁会食海霸，这个面临生存压力的海霸，首先要面对人类用塑胶限制天然地网，就算小海霸，互限制套掉的时袂受重伤，啊，不过身体愈来愈大，这个卡伫个阿妈棍的限制，对正做生存威胁。另外是多氯联苯这个有毒的物质，虽然伫1980年代就被禁止使用，啊，不过含有多氯联苯的废弃物或者是老旧的建筑，被拆掉甲拼掉进入海洋的食物链进入海拔体内，互海拔族群面临更加危险的处境。公司新闻时间人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